后来乡亲啊，这个民进党确定了，由陈时中出来选台北市长。陈时中第一时间伫个面册成立着卖奖团，伊的竞选团队嘛伫要布局完成，讲要邀请前副总统陈建仁做伊的竞选主委，若立委吴思瑶来做总干事。等民进党的中执会正式来提名了后，陈时中就会辞掉卫福部长甲指挥中心的指挥官。这是互对手国民党的蒋万安火力全开，痛骂陈时中是史上第一个落跑的防疫指挥官。这阵来我着担，陈时中人民册第一篇publi文，无到24点钟，就超过8万外赞。就伫咧民进党选对会确定定调卫福部长陈时中参选台北市长了后，陈部长第一时间成立人民册卖奖团，竞选团队嘛准备好势。根据民进党内部讲，陈时中的竞选总干事会由立委吴思瑶担任，台北市议员兼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张茂南会做总干事。另外，竞选总部主委可能会邀请前副总统陈建仁。那时中部长告诉我，思瑶你要大力帮忙，那我回他，不止大力帮忙，我一定是全力以赴。我还跟他说 ，I am on call。虽望民进党先嘛提名时间有较晚，不过看得出因早就已经准备起来等。国民党提名蒋万安就来骂陈时中是这部落跑。说他有扛责，但是他选择的并不是坚守岗位对抗疫情，反而是落跑去参选台北市长。我想这是非常荒谬。他成为中华民国防疫史上第一位落跑的指挥官，台湾人民会永远记住这一个。蒋万安的气势和过去温顺的伊无啥共，伊对手除了陈时中，上大威胁是抢共一挂票黄珊珊。这摆选举，毛大家拢真好闲，唔知啥人会拍赢一场选战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